捷克满德语，意大利的意，道义的义，土耳其的Turkish，Chinese 中文的中国的，印度的也有，Hindi 印度的动词字片语。会不会古印度的古印度的梵文，古代佛经，佛经就是从古印度的梵文翻译过来的，还有这种啊。佛陀就是北印度的天成体梵文啊，北印度的应该是梵文啊，北印度的梵文啊，西班牙 Spanish 中间是 Spanish 西班牙，右边阿拉比克阿拉伯是印地语。印地语还有翻译器啊，哦，这很进步哎。印地语还有翻译器，这么厉害，学这么多种语文。韩国的嘞，韩文的，学韩文的，学韩语的。有看到八卦图了，韩语的。有看到八卦图，韩语的哦。还有韩语翻译器耶。怎么按到的了？哦，这么多，学习语文的这么多了，各国语文的都有。
硬地翻译器哦。有没有罗马转写字啊？梵文啊，古代梵文。印度梵文有没有转写字？罗马转写字，搜寻Sanskrit。上面写免费的，下面说要愿意付费，下面说我愿意付费，所以要小心啊。
看图，然后念字，很用心呢。看图，然后念字，真的是免费吗？要注意看有没有写程式内购。应用程式内购哈，很多都是写应用程式内购，原果含义。我是去按那里什么？哦，按到这些图，原来这些图可以按呢。哇，这些图可以按呢。还可以按喇叭就有声音呢。有樱桃，有那个什么哈密瓜还是什么？这个是樱桃呢。有图片呢。学这个字还有图片哦，真的很用心呢。写这么多内容。Sanskrit